牛我妹做吉铺，爱讲嘛嘅咧。我是清河国小4年生，我搭早晨会行路去学校，今晡日草日陪我乡下行。一开始会先到公园，第一位不是会有发通哦。过行一下会到白宫庙。原本第一位嘅庙本我先生带去学校咧，也下有啲高中嘅位。上次先生上课嘅下，为啲学校行来行去，我会很记阿庙建筑，还会经过河坝顺。阿中伯会伫夜尾钓鱼诶，再过来会到阿春姨卖菜种菜嘅菜园。有上时早晨头我爱去学校嘅下，阿妹会老我讲，你想爱食乜嘅，顺沙诶买转来。嗰行无几久。就到我学校咧，也是我去学校亲脚到嘅一条路。是梦你听我讲下，爱记得打开小铃铛嘅，听日按赞分享哦。